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子靈星語 channel，又係我 Steven 啊。喺今集2026年丙午年來年生肖運勢，我將會同大家分享最後嘅生肖屬豬嘅朋友喎。屬豬嘅朋友來年生肖並冇特別，各方面運勢都係比較平穩，所有事情呢冇乜太大改變。運氣指數係3粒星。首先係愛情運，喺感情方面來年比較平穩啊，有伴侶同冇伴侶都要學識唔好操之過急，先慢慢建立關係，提升自己喺對方心目中嘅印象，對方呢一定會感受得到嘅。其次係事業運，喺工作方面冇乜太大變化，人哋嘅言行自己係改變唔到，上司有眼可見，做好自己呢就能夠發揮一切噶啦，機會呢一定會隨之而嚟。之後係財運，來年財運比較平穩，外在因素呢有機會令到自己難以取捨啊，要衡量自己嘅能力，喺適當嘅時候呢要拒絕不必要嘅要求。最後係健康，來年健康比較一般，特別容易出現心血管毛病，小心凡事唔可以過量，到年中即係立秋之前啊，有機會出現血光之災。來年守命星係破軍星，幸運數字係22，幸運顏色係翠綠色，幸運植物係觀音竹。來年12生肖運勢就分享到呢一度，嚟緊將會有各類精彩漫片陸續上架，大家記得密切留意我嘅 channel 啦。如果大家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 COS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，咁就可以收到我 channel 最新資訊噶啦嘛。而最後嘅就係覺得我條片有用，幫手 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